想講翻，其實好請精簡啊！好規劃署嗰度咧，其實係有講過咧，即係嗰個街市同埋人口嘅比例嘅。咁係09年之前係有呢個準則，但係而家已經冇咗啦。咁所以而家喺呢度再促請翻政府咧，係要管理翻街市同埋房署嘅街市係應該管理翻屋邨街市嘅。好，跟住係民建聯咯。係，大家好，我係青年民建聯嘅陳恆丹。大家應該見到啦，我係俾人哋收咗個橙嘅。大家知唔知而家喺領展嗰度一個橙要賣幾多錢？起碼要超過10蚊。2年前係俾10蚊咧，係多過係5蚊嘅啫。10蚊大過5蚊，5蚊嚟講可能對黃生係好少錢，但係對我哋市民嚟講係好多錢嘅。喂，呢個咧，仲有一樣嘢，有人會話過，如果咧係令到嗰個街市靚咗咧，係會令到人流高咗嘅，呢個都係事實。但我哋要諗下，如果嗰個街市靚咗，我哋會唔會由新界西走去新界東，由荃灣走去上水，就因為嗰個市場靚咗咧？好，跟住前面呢位先生啊。領展營下咧接管100個多個屋邨街市商場，10多年來由於領展租金昂貴，好多商戶街市啲商鋪頂唔住要停業，失去生計。呢個係唔合理嘅，領展我哋政府一定要加強規管。好，唔該晒啊！跟住係民主黨嘅朋友。係，大家好，我民主黨梁永欣。既然我哋唔能夠令到領展成為一個良心企業嘅時候，我哋係要關注翻地產霸權究竟咩回事啊？我哋能唔能夠令政府係開拓更加空間，譬如係再重新規劃呢個小販發牌嘅制度，或者開拓其他嘅空間，俾到啲小販有其他出路。希望能夠考慮多啲。好，跟住後面呢位年輕朋友。係，我係領匯監察，我叫馮兆斌。咁其實咧，我想問咧，有幾多公屋居民係有領展嘅股票啊？全部都係好似黃伯呢啲人離地嘅人先有呢啲股票，然後大家賺到嘅股息可唔可以彌補不斷飆升嘅物價？好，唔該。好，跟住麻煩前面呢位先生。係，我係領展霸權關注組嘅。咁咧，頭先黃生啦就講到話你即係你有股票啦，咁你話加個租未必會賣得平喎。我想問加6倍租會唔會仲係賣翻一樣價錢？冇可能。唔係我不如我問你啊，如果你有樓嘅，人哋唔俾你加租得唔得啊？你可以加租，但係你唔可以將人哋嘅錢。你咁樣加法，即係逼死小商戶啫，啱唔啱啊？逼小商戶買貴嘢啫。自己嘅樓你就唔會。我想話你加6倍租，你會唔會買？你就算加3倍，我即係問下你有樓，你會唔會平租俾人？就係咁簡單。好，唔該啊。跟住係前面呢位先生。大家好，我係維園中風。大家記住佢啊！一個強積金，一個領展啦，都係香港特區政府啊兩大政治敗筆。根本嘅原因就係當時嘅諮詢係唔民主，所以咧就冇遠見。而家賴咗嘢又冇辦法收拾，呢個就係管治失效。一定要攞翻雙普選先有得解決。好，唔該啊。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啊，翻嚟最後一節嘅城市論壇啊。2016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喺呢個月28號舉行，當中共有7個候選人會競逐一個因為湯家驊辭職而出缺嘅議席。佢哋將會出席由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嘅選舉論壇，向市民講解佢哋對各項社會民生政策嘅立場同埋政綱。2016立法會補選論壇新界東，今晚8點半，港台電視31。你邊度唔舒服啫？痛啊！我成日痛都係食啲藥就冇事㗎啦。喺度，山東感冒通啊，食咗好輕鬆嘅。你都應該俾醫生睇下喎。唔俾佢睇，佢實叫我唔好揸鑊鏟嘅。我的家庭醫生2，逢星期6晚9點半，港台電視31。幫我打氣。
好，歡迎翻嚟最後一節成上談，我哋講下咧係領展外判街市嘅問題，大家嘅都好多意見啦。而家咧就到同學發言嘅時間，先請呢係中華基督教會蒙民衛書院嘅同學。大家好，我係蒙衛書院嘅學生啦。咁我哋就覺得咧，其實長遠嘅加租咧，只要令到商戶咧，其實佢哋嘅物價都會上升。咁樣嘅話，其實最後影響嘅咪都係我哋一眾嘅小市民咯。咁樣其實我哋應該要更加團結一致去對抗呢個嘅領展咯。好，唔該。跟住咧係粉嶺救恩書院嘅同學。大家好，我係粉嶺救恩書院中四同學尹婉嬋。喺呢個自由市場底下啦，我哋賺最多錢，私有化外判都係冇問題嘅。但係公共屋邨嘅街市、商場又係咪自由市場底下嘅一個商品呢？政府設立呢個公共屋邨嘅目的係為咗照顧基層市民嘅需要啦。咁政府喺呢個私有化、喺呢個外判呢啲情況底下，又點樣可以確保冇呢個私相授受？我又係管理商，又係零售商，一條龍咁樣壟斷晒所有生意嘅情況出現呢？好，唔該晒。跟住咧係觀塘瑪利諾書院嘅同學。係，大家好，我係嚟自觀塘瑪利諾書院嘅學生啦。咁我就想講下喺政府呢件事上面有咩出路嘅。咁第一，而家市政街市有101個，房委會管理嘅街市有20個，領展管理90個。唔知政府能唔能夠可以透過提升呢個市政街市嘅比例去解決翻問題呢？而對於政府嚟講，街市作為一個日常直接影響到民生嘅公共資產，而政府舊年係去年呢，就喺派糧330億。而回購領匯25%係只需230億嘅啫，咁政府係咪可以透過回購去改善情況呢？我就認為。好，唔該晒啊！好，跟住交俾咧我後面深色衫外套呢位先生。好，我係天所謂民生關注平台嘅成員啦。其實我係好想問下你哋在座咁多位，有幾多人係再係當年係支持領匯上市嘅呢？其實你哋青衣都起碼有一個公營街市啊，但我哋天水圍係一個公營街市都冇咯。我想講嘅就係領匯而家全天水圍嘅5個街市都已經係俾晒領匯去管啦，但係有幾多人係關心過我哋天水圍嘅問題呢？好，唔該。跟住咧係青年新政嘅朋友啊。大家好，我係青年新政嘅黃俊傑，我自己本身都係長發村嘅街坊。喺呢一段時間咧，我一路都陪住呢一班嘅商戶，見住咗佢哋嘅無助同埋無望，冇人幫得到佢哋。同時咧，亦都見證咗領展態度嘅強硬同埋手法嘅卑劣。當商戶嘗試用罷市呢一種和平嘅方法咧，去到表達訴求嘅時候，換嚟嘅咧係領展煽風點火，引入咗外來嘅商戶入嚟開檔，同時對外咧不斷咁用媒體抹黑商會搞事。呢啲究竟係乜嘢嘅態度呢？無奈嘅係領展呢係私營嘅商業機構，政府喺層面上面咧可以做嘅嘢的確有限，但係咧就做咗呢一個嘅老虎咧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好，唔該晒啊！好。